后来正段消息继续来看，这个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重回着国民党有未少的动作，要来选党主席，慢慢来争取着后一届总统的提名。再去过来评出着3项的国情的建议：第一，甲现行的体制改做内阁制；第二，无在职的投票；第三，这个公民权降到18岁。反正就我认为国政建议。 这样讲法比较谦虚一点哈。前一天，才因为三中交易案交换伊作证，中共董事长赵少康过工就弹出3项国政的建议。任何一个政党，他在野的时候，他都要提议回内阁制。一旦他当选总统，他就忘了下修到18岁公民权跟不在籍投票。 同时并重了，这并行而不悖啊！想要选的毋拿总统，赵少康阁上尊国民党主席大位，即马主席江启臣已经请伊做中评委，不过入党也无1年无符合资格，就要靠中常委来修改办法。光聘我做中央评委员，那边1年还不修改，那这个聘书也没什么用嘛。说号召大家去包围中常会让中常委呢施压，每个人都打电话给他，然后叫他非要通过这个修改细则不可，会通过的。 但是你觉得有意义吗？敢会当团结拿军也毋知影，不过赵少康的动作真大，已经为家己抢到真济版面。